中南油脂有低鹽成分的油，事件閣繼續特別，今仔閣發現有一個配合嘛出問題。行政院長趙英泰今仔會時咧表示講會來追究行政責任，嘛批評中南油脂是非常無負責任的企業，要求檢調都愛查辦。台北市長蔣萬安嘛質疑中央的動作上慢咯，甚至甲責任攏撒予業者，講要接民眾行上街頭自救。蔣萬安嘛呼籲總統會時咧趙院長落台負責。那麼，對於行政單位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的查處，要求獲得完全真實的資訊，這個部分我真的深感抱歉。中南油脂大豆沙拉油日前檢出苯並芘超標，引起全台食安的驚嚇。行政院長趙英泰17頭一擺會時咧，不過針對閣有驗出新的問題配合，伊提出3點聲明，閣罵中南油脂是真無負責任的企業。我要求檢調單位速查速辦，嚴查嚴辦，一定要給社會一個正面的一個回應。那被檢驗的被告有沒有覺得很委屈？謝謝。司法的事情我們交給司法解決。面對行政單位無通的有效查詢，趙英泰嘛表示會追究行政責任，只是對各幾萬來的抱歉，那贏敢若是無要接受。有哪位話要愛伊落台，內閣重組，民進黨是出來講話，認為食安袂當靠嘴軟相戰，重點是要趕緊完備通報制度。頂新食安風暴的時候，時任的行政院院長江宜樺2次在國會90度鞠躬道歉，這是一個行政院長一個應該負責任的態度。那今天我們覺得他有道歉，總算有道歉，但是滿不滿意由全民去決定。在野黨的朋友認為這個用語好像是不夠強烈，那針對於又發現新的，很好啊。發現新的以後，這個態度來道歉，我是覺得非常好啊。但重點是要把這個漏洞給補上來。整個食安法如何去做一個修訂，這個就非常重要了。台北市長蔣萬安17市府立法院拜會國民黨團，伊質疑趙院長簡單替一個問題配合來回釋的。不過為4月到6月已經有偌濟批的問題都由風食了巴肚。閣有1月到3月，敢講到真正無問題，不滿中央慢吞吞。蔣萬安表示，人民必須採取自救的行動，呼籲民眾徛起哩街仔頭，重申總統賴清德應該要回釋的，啊那趙院長應該要落台負責。記者綜合報道。